23位台湾艺人转到中国央视政治宣传文和文化部约谈，部长李万辉又讲，会记得台湾才是培养人的故乡。南韩前总统尹锡悦的太太金建熙牵涉炒股票贪污，和检方起诉。南韩是头一届有前总统翁仔某当事羁押。泰国宪法法庭今仔日暗头判定总理裴东丹甲柬埔寨头人翁新讲电话称呼无妥当，剥掉伊的总理职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节目头期先来看国防部今仔日是发布114年中共军力报告书，讲到这共军是2035年就有够战力通去封锁台湾。另外，美国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维克下晡是带团访台，拜会总统赖清德。赖总统是强调讲，台湾的国防预算伫咧2030年进前，得当占 GDP 5%。维克是表示肯定，望会当加强台美军事合作。中国持续军事扩张，唔但针对台湾，嘛互印太区域的国家真烦恼。国防部发布114年的中共军力报告书，公开解放军会伫2035年，甲封锁台湾的战略准备好势，有反介入区域机制等等的能力，达成台海内海化的目标。中国现在正大幅度的投资，希望在2035年能够形成反介入、反拒止的能力。那对台湾来讲，我们是加大对安全的投入，保护我们的家园。报告书嘛讲到解放军由训练甲演习转做战争的形态，包括挖近24海里的演习，第1甲第2岛链之间常态化部署兵力，台海周边未涉禁航区，而且实弹射击。派海警硬工查起来临检甲扣押。另外，美国国防战略草案引用美国国防部处长瓜伯格的观点，讲台湾是脆弱，却是关键的战略目标。学者认为，台湾应该加强甲附近国家的安全合作。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维克29出团访问台湾，体现台美的情谊。维克讲，台湾是印太地区上界可靠的同伴，今麦世界情势是2战以来上界大的挑战。总统赖清德亲身接见拜访团，致辞的时阵强调，台湾伫2030年进前，国防预算会达到 GDP 的5%，嘛得到美国的肯定。台湾明年度的国防预算将占比 GDP 超过3%。我们预计在2030年之前，国防预算占比 GDP 可以达到比照北约的标准达到5%。I'm delighted to sa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ppreciates the goal of this great president to move to over 3% of the economy being spent on national defense by next year and some 5% by the end of the decad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tinues to threaten, to pressure, and attempt to isolate Taiwan. These actions are unacceptable. 会说讲，美国甲台湾的关系是真坚定，台湾愈强，美国就愈强，所以当中国想要孤立台湾，这是袂方接受的。美台需要更较有智慧的投资来强化协助力。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唔但甲咱军事威胁，嘛采取文化统战的方式，想要互少年辈来认同。艺人妄唱即寡有言论影响力的人物，就成做中国统战的棋子。真侪去中国发展的艺人，亲像是欧佩莹、欧阳娜娜、张韶涵等人，因伫咧中国的社群媒体微博，就有转发这央视台湾必归的一篇文章，就互咱的文化部约谈计共是有23位艺人。不过因多数是拢表示讲，因唔知是因的经纪公司处理的。针对这款情形，陆委会副主委杨文杰就表示，这回约谈唔是为着要处罚伊，是要甲因提醒警告。也若是主导调查文化部部长李婉。是发布公开批，呼吁这款艺人，就要会记得台湾才是培养人的故乡。顶一了台湾的艺人郝佩莹、欧阳娜娜、张韶涵、甲王东霞等人去中国发展，却伫今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透过微博转发央视台湾必归的大文，讽刺伊是赞成中国统战。针对这点，文化部完成行政调查，部长李婉透过公开批表示，23个艺人当中，大部分拢讲这表态因完全唔知头唔知尾。不过，伊特别提醒，文化无应该加做政府宣传的工具，嘛甲去中国发展的艺人话讲，请会记得咱台湾。文化部比较有文化所以他们会有比较温柔的字眼说
是提醒，推给经纪公司是在法律上面是说不过去的。如果下一次还有相同的状况，那就一定要动用到相关的规定。陆委会强调讲，调查是要确认敢是有甲中国正当军合作的行为，目的并不是为着要处分，是要让这个艺人了后有理由拒绝中国的要求。因为演艺工会嘛表态支持政府的做法，不过嘛希望会当提供更较清楚的标准、甲法律的依据。我认为不必要去再去追究，可以给他们现在开始理解宣导演艺人员其实是最单纯，他需要的只有舞台。他没有想要做什么，他不会想搞事。虽然中国要以抗战胜利80周年的名义举行93阅兵，根据公开的名单，罗西亚甲北韩等等26个国家的头人拢会出席。不过西方的元首却是无半人要去。当时的集权统治国家，意大利、德国跟日本，那现在这些国家在因为二战的结束之后，他们走上了这个民主自由的道路，那反而是当时与他们对抗的，像中国与俄罗斯，现在反而变成了集权统治的国家，觉得颇为荒谬。陆委会强调讲，捌做过国防外交、甲国安相关的政府官员，是绝对严格禁止参与中国阅兵的活动。嘛强调讲，二战胜利80周年，咱国国防部甲退伍会拢会举办相关的活动，因为对日本的战争是由中华民国领导，中国并无任何贡献。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仔日是通过在后复原订建特别条例，预算600亿，普发现金1万嘛已经3读通过，上紧10月内发。因若是总预算本底是5900亿，不过去后在野党动200亿落来。重建特别预算案照审查报告修正通过。立法院这礼拜加速审查预算3大案，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主持的其中南南市洪泰在后中间特别预算条约达成共识，拢无删除。另外有关普发现金的论刑条例修正案也3读通过，不过内底原本编列台电强化电力系统的200亿，在野党并不同意，总预算改编的正税5700亿。稳定的电力供电，这个是为了产业，但是在野党往往是看到台电就亏钱。台电早在民国111年开始就有10年的电网韧性的强化计划，现在每年台电有超过1000亿的工程要做，足以支应。3读了后，朝野共同表示，等9月立法院审查论刑特别预算，会以10个发放现金来努力。国人所需要的法案都能够通过，我们表示感谢。那这样的一个两院互动的模式，我认为是启动未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立法院伫会期最后一天完成在后特别预算论刑特别条例加总预算对加案的3读，行政院长杜英台也伫暗头亲身到立法院致意。记者综合报道。今年6月，咱台湾市面上的米乳，中国籍的竟然是比咱本土产的搁较济。立委就讲，虽然咱有临时扣反倾销税，不过效果有限。财政部就回应讲，是已经有规划要补助本土业者。台湾米乳定摕到国际奖项，慢慢代表咱台湾出国做文化外交。也毋过，即马伫本土市场所受到中国的挑战。今年6月，中国生产的米乳市占率39%，超过咱台湾米乳的36%。有立委指出，中国政府开真侪钱补贴米乳的制造，用真价介绍出口来台湾。虽然咱的政府已经对7月开始针对中国米乳扣临时反倾销税，也毋过7月进口量也是超过去年同期的27%，效果有限。进口的中日啤酒应该在今年底之前会死亡交叉。简单指，等到年底反倾销认定后，中国啤酒霸占台湾市场。超越台啤已成事实，这个时候你叫他补多少的税，都于事无补。中国啤酒从这5年来了啊，销往台湾的这边已经超过新台币160亿，那基本上我们的啤酒是没有办法过去那边的。我想，台啤啊，我们也都已经讲过了，我们这整个的贸易逆差160亿，
另外，立委嘛指出，中国制造的秘鲁写英文字用外国风格包装，让消费者唔知这个秘鲁是中国制造的。希望政府要求业者改善。财政部回应，针对包装可能让消费者误会，伫今年已经发布改税令，明年1月开始，若是要无改善，就会罚钱。如果他有违反的话，那依据我们烟酒管理法的规定，哈，他是可以裁处3万以上跟50万以下的这样子的罚款，而且呢，如果他没有在这个限期之内改正的话，这个部分是可以按次处罚的。财政部嘛表示，面对中国秘鲁倾销的状况，目前已经有派人去中国调查，嘛已经咧规划新的政策，打算补助本土业者，保护咱台湾的秘鲁产业。记者桂宗林、贾桂林台北报道。一个号做 AJ 险的网络名人是要募款，讲要帮助一位着病患者。不过，这个当事患者却是跳出来讲 ，AJ 险募到33万，煞干那互伊9万。不过，这 AJ 险是回应讲，因为这病患一直乌白开，所以讲才无搁互伊钱，双方是一人一款话。不过，会当确定的是，这款伫咧网络顶募款的行为是违法的，相当会当罚20万。得到大卡当前的好城市，双卡增加连行路拢有困难。今年1月，网络红人 AJ 哥也来到现场看伊，当场予伊3万块帮助伊。你1个礼拜内还没有租到，还乱花完，我下次就不会出现了哦。4号10人因为牵下啦，骹腿灌水，无在调负担医疗费用，造成这个病情恶化，求助 AJ 哥。AJ 哥伫网络募款了后，对去年10月开始资助4号10人，包含进行手术甲生活的开销，总共资助9万块。不过4号10人讲 ，AJ 哥替伊募款33万，不过其中大部分募款拢无互伊。房东看到我就不想租给我了，如果没有租到房子的话，他们就断联系。断联系之后，那些钱就是都放在口袋吗？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AJ 哥这人伫中国，伊伫进前的影片讲，这摆爱进4号10人做厝回归正常生活。不过4号10人存款用完了后，伊个这摆打电话要甲提钱，可以是无得接受。伊都大概钱摕，伊拢去经过去开了啊。我若规个钱摕互伊，是毋过开了卡嘛还袂好。我们这个 A 没用完的，我们就是用到 B 而已，绝对不会露出自己的口袋。这条存款转账方式，一人讲一款。不过台南市社会局强调，网络化名 AJ 哥的这4组10人，就公益行善团之名，伫网络募款已经违反公益款募条例。在网络、脸书、抖音等网络媒体上面公开劝募，并露出其个人金融账号来募款，在未经许可之下即对公开劝募。那本局已经在2014年8月呢发函制止，并处以新台币4万元罚款在案。台南市府讲，4组10人毋是头一摆违法募款，这摆佫表示歉意，会继续调查。若组织无效的，按次连续来处罚，相关会再处20万块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南韩前总统尹锡悦去年底宣布戒严，去互罢免落台，因为牵涉煽动叛乱，去互检方起诉，人也关押伫咧看守所。但伊的太太金建熙嘛，因为牵涉炒股票、贪污、干涉选举，去互检方正式起诉，即阵嘛当咧互羁押等受审。这也是南韩有史以来头一届有前总统翁仔某2个人同时羁押情形。另外，今仔日去互起诉的，也阁有前总理韩德洙，伊的罪名是协助内乱，无阻挡尹锡悦戒严。南韩前总统尹锡悦因牵手，也就是前第一夫人金建熙，因为涉嫌炒股票、收污洗钱，伫补选当中，介入保守派国民力量党提名人选等等的罪名，12日法院裁定羁押。移交特别检察小组以违反金融市场法、政治资金法、甲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正式甲伊提起公诉。伊甲因翁婿尹锡悦创下前总统翁仔某同一个时间伫咧监狱内底受审的记录。金建熙虽透过律师团表示，伊会面对问题认真受审，老实接受调查。这个月又公开回息咧，不过嘛暗示讲伊敢若是普通人尔，否认相关的指控。 저같이 아무것도 아닌 사람이 이렇게 심려를 끼쳐서 진심으로 죄송합니다. 수사 잘 받고 나오겠습니다. 同一天，南韩前总理韩德洙嘛去互地检组起诉，
罪名是协助内乱的主谋温秀华推动戒严、做伪证、伪造而且消灭公文等等。检方讲，伊若无好好做行政总统，颠倒想要透过内阁会议，互庭事看落合法。不过韩德洙自头至尾坚持讲，伊捌甲温秀华表达反对戒严。韩德洙原底伫咧温秀华去用大学了后，暂时代理国政。不过煞伫总统大选进前时节，想要落选总统。不过终其尾并无得到保守派提名。南韩自由派总统李在明7月针对温秀华戒严的乱象，启动3项特别检察官的调查，分别是宣布戒严的动机甲庭事、政治的买台甲食钱的代志，还有幕僚甲相关的高层参与的情形。3个无共特检团队伫2个月内，分别甲前第一夫人甲前总理起诉。国际新闻是会中朋友。泰国宪法法院今日是暗头宣布讲，判定总理裴东丹甲柬埔寨领导人洪森，因两个在讲电话时阵称呼无妥当，违反道德规范，挵掉伊的总理职位。今年6月15日，为着解决泰国缅甸边界冲突，裴东丹是甲柬埔寨领导人洪森通电话。裴东丹一个电话内底是叫洪森压制，去互法院认为讲伤过尊敬。所以讲，裴东丹顶日仔就已经去互停职啦。但法院是判裴东丹有罪去互免职，甚至是禁止伊阁参政。这也是17年来第5位去互泰国宪法法院解职的泰国总理。来看阿根廷10月国会是要选举，阿根廷的总统米雷伊是去各地造势，说是去互反对者牵石投弹本数。也若是米雷伊的小妹是牵涉受诬陷，不过米雷伊是强调讲司法的刑因清白。阿根廷10月要举行国会期中选举，阿根廷的总统米雷伊徛伫咧宣传车顶头，向支持者下手致意。伊边也阁有随后工作人员，也阁野小妹卡琳娜，这伫人诚侪路慢慢拉赛。一开始也有人替米雷伊的团旗叫伊签名，不过突然间几粒石头、茶棒也阁菜叶啊对伊弹过来。米雷伊一开始是额头闪开，被几个人ขู่来，车队是赶紧出油门离开现场，剩支持者甲反对者伫咧现场发生冲突。Milei que vino acá vino a provocar, bueno, tuvo que irse como corresponde, porque Lomas históricamente peronista, es un bastión peronista de la tercera sección. Y bueno, lo tengo que apoyar, pero no solamente por mí, sino por los jóvenes que van a ser el futuro del país. 车队扫过互人攻击，米雷伊事后伫公开场合讲伊无受伤，也强调袂互这种代志吓惊到。Buenos días a todos. Ni que hablar que les voy a decir que es un placer estar, ¿no? Por lo menos parece que todavía conservo los reflejos. 米雷伊伫咧推测的电锯式经济改革，本来争议就诚大，而且也有伊的小妹互人指控，伫政府采购新疆人士所需要药啊时阵，收厂商的钱，每一个合约伊拢抽3%，而且伫这边攻击之前，米雷伊是对伊的小妹所涉及的这项指控，讲指控的人拢是讲白贼。阿根廷的媒体报道，卡琳娜收的钱有50万到80万美金，差不多是代票1500万到2400万。米雷伊虽然无提钱，不过伊知影这件代志。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美国总统 Trump、罗西亚总统普京见面开峰会才无2礼拜，罗西亚就去碰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尚无造成23个人死亡。连这后面英国伫咧基辅的办公室嘛受迫害，和欧洲的头人是拢真生气。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就呼吁讲，要提出新的制裁来对付罗西亚。透早3点，大家也我伫咧困梦中时阵，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始响空袭警报，尾仔就听到无人机甲飞弹射来，当地面体导火。根据乌克兰军方统计，罗西亚这边攻击总共有600台无人机甲31粒飞弹，强大攻击力量造成基辅几60个人死亡。中西部的大城文尼察也无电。Получається, ракета прилетіла і людей їх викинуло просто. Я почула, як прилетіло, коли я спала, і я побачила, як рама на мене летіла з вікна. 另外，还有2粒飞弹是伫20秒钟内落伫咧离后面代表处只敢若50公尺的所在。英国文化协会办公室也受到破坏，欧盟甲英国拢吊见罗西亚外交官表达严正的抗议。I'm outraged by the attack on Kyiv, also hitting our EU offices.
This was the deadliest drone and missile attack on the capital since July. 冯德莱恩批评罗斯亚唔但是杀害平民，也将欧盟列做攻击嘅目标。欧盟所落来会对罗斯亚提出更加强、更有力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伫 X 平台讲，所有最后的期限都已经被打破，几多变的外交机会也拢被摧毁。罗斯亚继续攻击。表示伊的选择是弹道飞弹，唔是弹半岛。一般认为，这边攻击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美国总统川普所推出的核弹，一个正明确、佮直接的回应。9月，乌克兰开始进入冬天，乌克兰官员担心，俄罗斯对基础设施也个能源设施的攻击力量，恐惊会愈来愈大。公司新闻网络媒编辑。南亚当咧雨季加上气候变迁，当地是面临40年来上严重的水灾。这印度水坝下水，水拢流向水尾的巴基斯坦，就造成这本地已经咧做大水的巴基斯坦有1692个庄仔头淹去。受到雨季的影响，巴基斯坦是出现真惊人的大水雨，对6月一路一直落到9月，嘛引发做大水和崩山，加上极端气候的关系，或者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阁愈强。这几个月的灾害已经造成巴基斯坦至少819个人死亡，146万人分别咧脱离家园。这嘛是巴基斯坦40年来上严重的水灾。कोई चीज बची नहीं, ना भांडा बचा, ना कोई बचा, कोई रुड़ गया, कोई कुछ इत्थे रह गया, जेड़ा रुड़ गया तो उत गया ना, जेड़ा रह गया वो भी इन्ने बेकार ही है। बस साडी कोई चीज भी बची नहीं, जेड़ी कोई एक अद्धी बची चीज वो ही साडे को रह गई। 除了巴基斯坦，隔壁国的印度嘛深受雨季的水灾之苦，各地水库的水位是起得甲真紧。印度政府对接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另外一边的水库开始泄洪，大量的水是流入巴基斯坦农业心脏地带的3条河流。虽然印度是经过真济摆，巴基斯坦嘛特地研发至少15万的居民，但是因为巴基斯坦的产值率是有40.5%这么悬，真济人无所在通去。雨季加上印度泄洪，甲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1692个庄仔头拢淹去。旁遮普省是巴基斯坦的粮仓，有种麦啊、稻啊和棉花，而且全国差不多2.4亿个人口有一半拢住伫遮。भाईजान इत्थे बहुत ज़्यादा फैमिलियां फसी न ते पानी भी बहुत ज़्यादा आया ते कल भी कोई ऐलान नहीं, कोई इंतजामिया दस्सिया पुछा नहीं, अचानक ही पानी आ गया ते उस तो पिछे कोई सेफ्टी का इंतजाम नहीं किया गया। ए पिछे तुसीं बेशक कैमरा एक बार फिर चेक कर लो। 路透社报道，印度水坝的水位若是伤悬，就会做例行的泄洪。这礼拜，印度已经向巴基斯坦发出3摆的洪水预警。巴基斯坦国家灾难管理局警告讲，未来24到48点钟内，有可能会落更较侪雨。那印度选继续泄洪，对伫下骹的巴基斯坦来讲，恐惊是会造成更较严重的灾情。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智慧型的手机啊真普遍，英国25到34岁少年家，逐天用手机啊是超过4点钟。为了增加人甲人的互动，英国的理算俱乐部是推出数位排毒之夜，互民众伫咧现实生活交朋友做伙耍，就算无手机啊，生活嘛会当真趣味。Are you willing to grow over? 入场进前，先把手机交出来。英国的离散俱乐部办所谓排毒之夜，150张门票，互人抢了了。若是家己愿意来，一罐开9.5英镑，差不多大票407块买票。而且拢是传好才来，2点钟的活动，现场放音乐，有人请碰西、画图、看书、看报纸，或者是摕计算机算数学的题目。一个人拿练咖啡、拿冥想。主办单位讲，来参加这场活动的民众年纪伫咧20到35岁中。根据英国通信管理局的资料显示，年纪伫咧25到34岁英国少年人，逐天额头耍手机的时间超过4点钟。I could spend anywhere between like 6 and 8 hours on my phone a day, especially on the weekend if I'm not working. It's like compulsive and like almost addictive in a way. 第2点钟是开放大家交新的朋友，做伙开讲或者是耍游戏，回归到无手机的乐趣加生活体验。活动结束，大家将手机摕出来，将新朋友加入社群媒体。英国网红拉姆伫社群媒体展示家己的影片图。因为有人讲伊欣赏伊的作品，所以慢慢沉浸伫咧网络上发表作品，也互伊真紧就有超过17万的粉丝。不过当转到现实的生活，咱无啥感觉空虚孤立，因为伊的人际关系甲成就感拢是来自虚拟的空间。所以咱无开始想讲，是毋是应该返璞归真，莫去用智慧型手机啊，改用传统的手机啊。Since I got rid of my smartphone, I've probably lost
20,000 followers. So I wish I could say it hasn't made a difference, but it definitely has. Now that's just judging it by one metric. My career has actually taken off, but outside of social media. So I'm not showing up in people's timelines, but I am showing up in literary journals and in newspapers and in galleries because I've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real life networks that support my career instead of this one digital platform. 咱冇发现，降低使用手机啊。 对实际生活并无偌大影响，颠倒会当感受到家己存在价值的时阵，伊就想要推送，互每一个人拢知影，无一定要用智慧型手机啊。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